因你的惱怒，我的肉無一完全；因我的罪過，我的骨頭也不安寧。詩篇38篇3節。大衛喺呢一度使用咗罪過嚟話俾我哋知乜嘢係罪。呢個字喺舊約聖經當中成日用嚟描述罪，意思係錯過把心。當我哋犯罪嘅時候，就係錯過打歪，達唔到目標。咁犯罪係乜嘢呢？雅各書4章17節俾咗我哋一個簡單易明嘅判斷方式。我哋若曉得什麼是應該做的事，卻不去做，我們就犯罪了。當我哋唔去做應該做嘅事，罪嘅毒素就進入身體，危害我哋嘅健康。大衛之所以身心混亂，係因為佢明明曉得乜嘢係應該做嘅，但係卻不去行，還以為可以逃脫一切。結果佢飽受罪惡所帶嚟嘅痛苦。毒素只要仲喺佢嘅身體裏面，四肢就唔能夠正常活動。你係咪曾經好似大衛一樣，明明知道把心喺邊度，卻故意打歪咗？當痛苦蔓延全身嘅時候，你係咪誤以為自己可以硬撐過去，而唔需要去揾醫生處理毒素呢？去揾我哋嘅大醫生吧啦，去做應該做嘅事。唯有咁樣，先至能夠將毒素吐出嚟，恢復身心靈嘅平靜同和諧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尚在他身上。約翰福音3章36節。如果要更加貼近原文嘅信，翻譯應該係悖逆，唔順從。悖逆嘅態度就係漠不關心，借此亦都講明咗信心同順服之間嘅關係。信唔單止係頭腦接受同埋吸收知識，仲必須產生行動，否則就等於不信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信心同行動係可以分開嘅，只要相信耶穌就可以得到天堂嘅入門票，但係卻從不強調生活應該積極順服主。信呢個字嘅原文喺約翰福音裏面出現咗多達92次，而且處處意在表達信唔係承認事實就可以，而係信而服從。約翰讓我哋從自我中心轉移看重同神嘅關係。從創世記到啟示錄，冇一頁唔會傾到信而順從。呢個係聖經自始至終嘅重點，係進到父神嗰度嘅唯一道路。冇乜嘢比信徒要服從耶穌更為重要㗎喇。除去世人罪孽嘅羔羊，我哋點可以唔聽從佢呢？如果我哋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漠視神嘅話，亦都唔好忘記嗰句警醒之語：主說，我從來不認識你們。